香港銳意建設成為國際教育樞紐，吸引來自世界各地唔同背景同領域嘅人才。香港係充滿活力嘅亞洲國際都會，匯萃東西文化、新舊潮流。政府透過公營中小學提供12年免費教育，唔同文化或宗教背景嘅團體亦有營辦學校，培育中英兼善嘅人才。國際學校體系發展蓬勃，能夠滿足非本地家庭同埋因工作或投資而來港嘅家庭需求。香港亦係唯一擁有5所世界100強大學嘅城市，致力從事世界級研究，提供一流嘅研究環境。專上院校提供副學位、學位及職業專才課程，創造更靈活嘅進修途徑。香港全力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為學生帶嚟自身中外文化藝術精髓嘅都市體驗。香港專上院校國際化，享有院校自主、學術自由、良好管治嘅優勢。國際教育樞紐，未來人才搖籃。12月7號係立法會換屆選舉，新一屆立法會對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，香港長治久安至關重要。如果你符合提名資格，想一展愛國愛港抱負，為市民服務，共建更繁榮、更美麗、更幸福嘅香港，請踴躍參選。提名期由10月24號至11月6號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新一屆立法會對推動香港發展至關重要，我期待同新一屆立法會議員衷誠合作，團結做實事。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12月7號舉行。如果你熱愛香港，想一展愛國愛港抱負，服務公眾，記得喺10月24號至11月6號提名期內報名參選，同我哋一齊共同為市民做實事。為夢想必須要迸發青春活力，未來先可以創出無限可能。想香港更適合你發揮所長，就要投票選出你心目中嘅理想議員。12月7號係立法會換屆選舉，記得投下你寶貴一票，選出新一屆愛國愛港、有擔當、做實事嘅立法會議員，為香港、為大家同謀發展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為願景，必須要鼓足熱誠幹勁，未來先可以擁抱無限機會。想香港更創新進步，適合你事業同家庭發展，就要投票選出你心目中嘅理想議員。12月7號係立法會換屆選舉，記得投下你寶貴一票，選出新一屆愛國愛港、有擔當、做實事嘅立法會議員，為香港、為大家同謀發展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為幸福必須要全程投入，積極參與社會，未來先可以更豐盛多彩。想香港更和諧穩定、老有所依，就要投票選出你心目中嘅理想議員。12月7號係立法會換屆選舉，記得投下你寶貴一票，選出新一屆愛國愛港、有擔當、做實事嘅立法會議員，為香港、為大家同謀發展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新一屆立法會換屆選舉喺12月7號舉行，所有選民都應該積極履行公民責任，投票選出有能力、有抱負嘅愛國愛港議員，為香港發展同民生努力打拼。過去4年，特區實現良政善治，立法會高效高質量議政。要延續現屆立法會所展現嘅良好勢態，全社會都要凝聚力量，共同參與。12月7號立法會選舉，齊投票，共創美好未來。立法會換屆選舉喺12月7號舉行，選民需按投票通知卡或經智方便得到嘅資訊，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證，經核實身份獲發選票。有需要人士可使用特別隊伍。地方選區選民喺選票給一個剔號。功能界別選民用黑色筆填滿選票上嘅橢圓形，將選票以填畫嘅一面向下，唔使對接，按指示放入指定投票箱。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